我今日跟您介绍一个冬草药。这个冬草药大家可能非常会想惊的，就是何首乌。何首乌伊少定就叫做麦高丁。麦高丁伊可治疗失眠，就袂瘾。好食麦高丁补水食，伊会治疗失眠的病。了伊个根就是何首乌，假如是青嘅手乌伊会润肠通便，人是便秘，也可以适量的食。但是何首乌甲麦高丁伊现在嘅药理研究，拢是对肝有一定嘅损害。所以大家咱食这首乌的时候，食麦高丁的时候，莫长期食，因为何首乌好多人食了头毛的乌，甲补的就掠来食，经常食就爱造成肝损害。当然你若少量的食，多时间的食是问题唔大，因为是药三分毒，伊有治疗作用，但是也有副作用，所以咱要注意伊的副作用，会知但伊有对肝有损害。5398。我是我学生的美生，我到广州东吴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已经差不多10年了。主要治疗的病就是胃肠方面的病，就比如胃痛、反酸，就你检测假如有慢性胃炎胃糜烂，或者是便秘、落屎、肚痛，这个拢是我比较常治疗的病。假如你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就来个治疗膜，你可来找我。